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日是2020年8月初6。咱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105篇第1节到第6节，16节到22节。创世纪35章22节的后壁段到29节。使徒行传17章第10节到15节。咱今日要甲大家分享的是上帝的计划。先知以赛亚伫伊的预言中间安尼讲着：天怎样悬，照安尼，上帝的道路就悬过恁的道路，上帝的意念就悬过恁的意念。这是伫以赛亚书55章第9节的记载。是啊，真侪时阵咱袂当明白上帝的计划，除非咱照着上帝，也是讲咱无法度知影要安怎来做真好良早的准备，因为上帝意念超过咱的意念，上帝的道路也超过咱的道路，伊悬过咱的道路。除非咱行伫上帝的道路顶悬，若无咱真有可能无法度面对将来会渐渐来离开上帝的道路。伫诗篇105篇的经文的中间，亲像咱昨已经有提到的，上帝差遣这个约瑟升到伫埃及，并且用这个上帝赏赐互伊的智慧来预防这个饥荒的攻击。不但会当保全埃及全国，也帮忙其他的国家来求助的，特别也帮助雅各伊的全家。这成就了上帝的应允甲赐福。上帝予以色列雅各12个囝，这是上帝对因的应允。透过饥荒中间埃及的协助，透过上帝奇妙安排。透过约瑟甘心乐意互主来使用，来保全这12支族的命运，无伫饥荒的中间受到攻击。伫诗篇105篇的16节到22节的中间，咱看见安尼记载：伊命令饥荒降落伫迄个土地，将所挖去的米粮一概断绝。伊伫因的头前找一个人去，迄就是约瑟受卖做奴仆。人用骹扣伤伊的骹，伊用骹链受骹这个骹链的捆绑。耶和华的话试炼伊，直到伊所讲的话应验。王找人甲伊偷开，就是治理百姓，甲伊偷放设立伊做王家的主，管理一切所有的，通随意别伊的人神，将智慧教示伊的长老。伫即个中间，咱阁看见上款约瑟对伊的阿兄所讲的话，伊讲：当毋免因为卖我到遮来忧闷，来家己怨愤。这是上帝大声找我大声恁来，因为要保全性命。第7节伊安尼讲，上帝找我大声恁来，为着要互恁留落剩的种族伫世上，搁要行伊大的拯救，保全恁的性命。这是记载伫创世纪45章的经文内底。咱知影伫即个过程的中间，有可能约瑟并无法度真明白上帝是安怎要互伊拄着即种的苦难。但是另外一个角度来看，伊却非常愿意接受上帝的计划甲安排。伊非常愿意明白并且接纳上帝对伊所安排的，而且伊愿意尽伊的本分来接受上帝的计划。
咱对使徒行传的经文，今仔日所看到17章，也会通看到类似的即种心志。咱非常清楚知保罗伊是一个真愿意顺探上帝旨意的人，愿意明白来遵探的人。咱伫伊的这个宣教的旅程的中间，看见伊的心意。伫使徒行传16章的第6节安尼记载，因经过弗鲁加、加略泰的所在，因为圣神捌禁因传道理伫亚细亚，所以咱知影保罗是一个真愿意来遵探上帝伊引带的人。圣神禁止伊，伊就无去，然后就对圣神来行。咱搁看到今仔日的经文《使徒行传》第17章，保罗因为传福音的关系，四界拄着杀害，就搁换所在去到其他的所在去。对保罗来讲，这毋是无方便。对保罗来讲，虽然这是苦难，但是却是上帝的计划。每一摆的传福音，每一摆受困迫、逃难，对上帝来的计划来讲，拢是要引带保罗搁行后面一步。也就是讲，伊愿意尽全力来配合上帝的计划，就会通来伫即个咱讲的量早准备。即个中间来赢过遐的困迫甲苦难，咱看见保罗一届搁一摆受到困迫，一个城市搁一个城市的福音传开阔，主的福音就伫即个上帝的量早的计划中间，就安尼一步一步来受到广传。咱可能亲像雅各甲雅各的囝共款，咱无法度有先来明白上帝怎样甲咱放伫2020年，互咱拄着即种空转望是绝后的即个苦难啦吼。咱虽然袂当明白，但是有一项代志咱会当确定的，就是讲。当咱愿意顺服上帝的计划，一步一步来跟对上帝的时阵，尽咱做基督徒应该爱有的本分的时阵，咱就会当来成做一个互人得到利益，也会当互家己得到帮助。伫即个世代，会当来设立一个美好的见证的基督徒，愿主帮助咱。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0年8月6号。我们今天的圣经是诗篇105篇第1节到第6节，第16节到22节，创世纪35章22的后半段一直到29节，使徒行传第17章第10节到15节。先知以赛亚在预言的当中这样提到：天怎么样高过地，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，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。这是记载在以赛亚书第55章第9节。是的，许多时候我们不能明白上帝的计划，因此，除非是上帝，或是说人自己是无法预知将来，而做所谓的超前部署的。上帝的意念超过我们的意念，上帝的道路也高过我们的道路。除非我们走在上帝的道路，否则我们可能就不能明白，或是说就会远离上帝。今天的
经文诗篇第105篇的经文当中呢，提到了我们昨天所分享的，上帝事先差遣了约瑟，先到了埃及，并用上帝赐给他的智慧，来帮助埃及预防了这个饥荒的攻击，不但能够保全埃及全国，也帮助了那些来求助的外国，特别是雅各的全家。就因此成就了上帝的应许与赐福。上帝给以色列雅各的12个儿子，这是上帝给他们的一个应许。透过在饥荒中埃及的协助，透过上帝奇妙的安排，透过约瑟甘心乐意的为主所用，而保全了这12支族的命运没有在饥荒当中受到攻击。诗篇105篇第16节到22节这样记载：上主使他们的国家遭遇饥荒，断绝了他们的粮食，但他差遣约瑟替他们先做准备。约瑟被卖为奴，他的双脚被脚镣扣着，脖子带着铁的枷锁，直到他所预言的事实现。上主的话证明了他的真实。于是埃及王下令恢复他的自由，统治列国的王把他释放了，委派他掌管政府事务，让他治理全国，给他管辖大臣，赐他指导元老的权利。又如同约瑟他自己对他哥哥所说的话，这是记载在创世纪第45章第5节跟第7节。现在不要因为把我卖到这里而自忧自恨，这是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，为要保全性命。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，为要给你们存留余种在世上，又要大施拯救，保全你们的生命。或许在一开始或是在过程当中，约瑟可能没有办法明白上帝为什么要让他遇到这样的苦难，但他却非常愿意接受上帝的计划跟安排。他非常愿意明白并且接纳实践上帝的安排，并且尽自己的本分来守这样的一个计划。保罗他也是一个非常愿意明白上帝旨意的人。我们从他在的这个上帝宣召他去做的宣教旅程当中，也看到他有相同的心志。圣灵既然禁止他们在亚细亚讲道，他们就经过佛吕加、加拉太一带的地方。这是记载在使徒行传第16章第6节。我们看到了保罗那种顺服的心志。我们又看到了今天的经文使徒行传第17章，保罗因为传福音的关系呢，他到处去遇到阻碍，然后就到别的地方去了。对保罗而言，他不认为这个就是一个苦难、困难、阻碍，他反倒认为这是上帝的计划。每一次的传福音，每一次的受逼迫，每一次的逃难，对保罗而言都是上帝的计划。他呢，就是尽全力的去配合上帝的计划，他就能够在上帝所谓的超前部署当中，来胜过这些逼迫跟苦难。我们看到的保罗的生命当中，甚至我们在基督教的历史当中，我们看到一次一次的逼迫，一个城市又一个城市的传福音，就因为这样子，主的福音就在这样的超前部署当中、计划当中被广传了。
现今的基督徒，我们可能如同雅各以及雅各的儿子，或许跟保罗他们一样，在当时候我们不太明白上帝为什么把我们摆在这个地方，为什么上帝把我们放在2020年，我们遇见了这样的空前，希望是绝后的苦难。但有一件事情是确定的，我们就顺服上帝的计划，一步一步的跟随上帝，尽我们做基督徒应该要做的事情，使人得益处，使自己也得帮助。在这个世代当中，我们要思考是如何立下美好的见证。愿上帝帮助我们。